美英姐有进来了吗？有，哦，好，那是，么今天要开始共读，我们请美英姐来带我们一起来祷告。好，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要引领并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恳求圣灵带领兄姐们共读的时间。主啊，你是我们的盼望，求神保守我们的家人能彼此兼顾信仰，活出真理，更能实践在生活当中，彰显神的荣耀。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好，那在圣经当中有8个很重要的约，今天我们会看到其中一个是大卫之约啊。那这8个约就是与亚当夏娃的约，就是应许有上帝的形象样式，生养众多，遍满这地，治理全地。责任就是要遵行上帝的话，要听从上帝的话。而与亚伯拉罕之约，就是要做上帝跟上帝的后裔啊。那这是上帝跟亚伯拉罕之约，也是要遵行神的话。第3个是在利未记要上帝应许要做他们的神，要吃得饱，安居在迦南，敌人必败，必定失败，后裔繁多。责任也是遵行上帝的话，要做上帝的子民。第4个就是今天我们要读到的这个撒母耳记下第7章跟历代志上17章同样的经文，做他后裔的父。上帝应许要成为大卫的后裔的父亲，而且大卫的后裔要接续做王，他的家永远做王，以色列国永远坚立。责任是什么呢？他跟后裔要遵行上帝的话。那第5个是在列王与先知时期，后来王跟人民都背约，所以上帝不断的差先知劝人回转悔改。那后来就是耶利米书，上帝和以色列犹大家要另立新约，要把上帝的话不是在刻在这个石板上，要刻在新板上做预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那圣灵来了，希伯来书第8章到第9章讲到耶稣和圣灵的来临，成全了新的约，并且使所有相信人都能够进入那新约。而启示录21章讲到上帝要与我们同在，我们要做上帝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我们同在，做我们的神，就是新天新地的约。所以这8个约呢对，7个约呢让我们看到的就是都是要遵行上帝的话。所以读圣经才能够知道上帝说了什么话。而读圣经不是只有读，而且还要去思想，要去查考，并且要去明白和了解。更重要的是听得到，还要去行道，才能够把房子建在磐石上。好，那在这7个约当中，从上帝的创造跟亚伯拉罕之约，然后西乃之约，大卫之约，新的约，然后耶稣基督成就新的约，圣灵成就新的约，最后进入新天新地。那就是人与神之间互信的关系，就是透过读经，借着圣灵保惠师，借着耶稣基督的拯救，让我们能够明白。在昨天的历代志上16章，我们讲到大卫他终于完成接送约柜来到耶路撒冷的行动。从13章到16章，历代志上用很长的篇幅来记载。而昨天在16章看到就是大卫他把约柜迎接到耶路撒冷之后，大卫他也创新，没有人的教导，但他创新在摩西的律法之外，他又设立了利未人，用乐器，用诗歌，用轮班颂赞，然后守卫，让约柜在耶路撒冷都有人在约柜前面的服侍敬拜，而且上帝也没有反对，上帝也没有厌恶，而大卫所做一切都是要来荣耀上帝，讨上帝的喜悦。而大卫跟这个亚萨的诗班的班长，那他们还有他们的弟兄都来歌颂神。所以昨天的诗来自于诗篇105篇、96篇、106篇。那我们昨天后面也看到很清楚的，就是约柜是在耶路撒冷，但是会幕呢是在基遍，所以大卫两边都有安排利未人在那边来做服事。那今天我们看17章，就是大卫他想要为上帝建圣殿，或是建造一个家，但是上帝却不允许那今天这段经文1到27节当中，大卫透过向先知拿单，大卫有个儿子也叫拿单，但是这个拿单因为在经文前面没有出现过，在这里出现，撒母耳记也是一样，在前面都没有出现介绍这位拿单，到这里出现，有介绍就是大卫的儿子叫拿单。
应该不是自己的儿子，是先知拿单。那对他说，表明想要建造圣殿的心意，但是上帝拒绝大卫的心意，但是却应许给大卫一个祝福，就是大卫的家，还有大卫的家室，大卫的后代都要坚固，而且呢要来接续做王。所以上帝主动跟大卫立约而且这是大卫之约，并且呢上帝也允许大卫的后代可以建圣殿。所以上帝其实是 OK 的，但是不是在大卫这一代。那后来16到27节就是大卫感恩的祷告。虽然他知道自己不配卑微，但是上帝居然要使用他和他的家来传承这样的后代。因为大卫大概也多多少少知道这些扫罗的历史扫罗王他的4个儿子怎么样都被杀害，以及前面这一些士师们他们没有遵行上帝的话，以至于这个约呢就是跟着每个支派到处跑。但是呢从大卫是犹大支派，那这个约呢是很坚定的。所以从这边开始呢，一直到我们读完历代志下，这个所有的王呢都是跟着大卫的后代来走。好，那今天我们会看到大卫的儿子。好，那这里这个字比较不清楚。好，就大卫长子呢，前面6个儿子有6个妈妈。好，那在耶路撒冷生的这一些呢当中，又有这个6个加3个加6个4个9个。好，所以总共有19个儿子。所罗门是排行第10好，第10。好，那这些有记载的米甲是大老婆，好，再来是耶斯列的亚希暖，拿巴的遗孀亚比该，好，然后基述王达买之女玛加、哈比、亚比他、以格拉，还有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还有其余的9个孩子和1个女儿的母亲的名字都没有提到。另外还有非并的儿子都不在其内。所以这些大卫的儿子从撒母耳记下3章5章，历代志上3章14章，可以看到这些儿子的子女们的名单。好，那所罗门是排行第10。好，但是在今天17章呢是没有提到所罗门的名字，但是却是有应许大卫的后代要来建造圣殿。好，那我们就来看今天的经文17章。那我们先来读今天的经文。好，先来读第1节和第2节。好，请美英姐带我们来读。好，大卫王住在王宫里。有一天，他派人招拿单先知来，对他说：“你看，我住在香柏木建造的宫殿里，上主的约柜却在帐篷里。”拿单说：“你想做什么就做吧，因为上帝与你同在。”好，谢谢。那在这个经文一开始呢，其实我们在前面14章、15章都有提到。好，就是历代志上14章、15章，都有提到大卫他已经住在自己的家里面，而且呢，他的王宫是由这个推罗王泰尔运送的香柏木到大卫这边来。好，那15章也讲到大卫呢，在大卫城为自己建造宫殿。好，那所以他住在自己的王宫当中，可是呢，上帝的约柜却在大卫为他安排的帐篷下面。所以呢，在这章当中呢，会出现几个字就是不论是宫殿，或是帐篷，或是会幕、帐幕，那这几个字呢，在原文当中都是相通的。所以意思就是家，都是家。好，所以大卫有自己的家，但是好像上帝没有家，所以大卫就跟先知拿单说，他自己有家，但是上帝的家好像在帐篷里面露营。好，所以拿单说，你想做什么就做，因为上帝与你同在。好，所以拿单没有限制大卫。好，但是呢，我们再读第3节，请第3节来读到第7节。第6节3到6节。但是当夜，上帝对拿单说：“去告诉我的仆人大卫，对他说：你不可建殿宇给我居住。自从我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直到现在，我没有住过殿宇，我一直住在帐篷里，到处移动。在我与以色列人一起漂泊的日子里，我从来没有问过我所招来的牧羊
我子民的领袖，为什么不替我造一座香柏木的殿宇？好，谢谢。好，所以但是呢，拿单好像觉得上帝与大卫同在，所以大卫他做什么，上帝应该都 OK 吧？结果这个先知拿单有点失算了。当天晚上，上帝没有对大卫说，是对拿单说。去告诉我的仆人大卫，不可以建造殿宇，因为上帝他没有要求，他也没有需要人家给他殿宇来住，就是给这个殿宇就是家的意思哦，跟前面大卫这个王宫是同一个字。而且说我从旧以色列脱离到现在没有住过殿宇，一直住在帐篷，所以这个帐篷或是帐幕也是家的意思，到处移动。在与以色列人一起漂泊当中，也没有问过他所招来牧养他的子民的领袖，来替他造一座香柏木的殿宇。所以上帝知道大卫住在香柏木的王宫当中是很珍贵的木材，但是上帝他不需要。但是呢，虽然上帝这样子拒绝，不过呢，后面从第7节开始呢，到第15节呢，上帝还是为了大卫开了一个例子所以其实每一节我们从第7节读到15节。第7节，因此你要告诉大卫，我上主万军的统帅这样说：你在田野牧羊，我把你招出来，立你做我子民以色列的王。你无论到什么地方，我都与你同在。我击败了你所有的仇敌，我要使你跟世界最伟大的君王齐名。我为我的子民以色列选了一个地方，叫他们安顿在那里，使他们不再受压迫。自从他们住进这块土地，他们不断地被强暴的人攻击，但这种事不会再发生了。我答应击败你所有的仇敌，并且要赐给你后世。你死后跟祖先葬在一起时，我会立你的一个儿子做王，使他的国强盛。他才是我建造圣殿的人，我要使他的朝代继续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亲，他要做我的儿子。我不会收回对他的爱，像我从前对待扫罗，为了他而立你做王一样。我要使他永远治理我的子民和我的国，他的王朝永远存续。拿单把上帝向他启示的每一件事都告诉大卫。好，谢谢。好，所以我们刚才说这个拿单好像失算，但是拿单呢，他也抓住一个原则，他对大卫说，你想做什么就做，因为上帝与你同在。好，拿单看出上帝是与大卫同在，所以即便上帝表面上拒绝了大卫，但是呢，后面上帝却还是为大卫立下了一个约就是大卫之约。说当初大卫在田野牧羊，就是这个先知撒母耳去膏他的时候，大卫还在外面，那是他17岁以前所做的事情。但是呢，现在上帝把他从羊群呼召出来，他本来是个牧人的身份，牧羊人，但是现在是做一个牧养上帝的子民，就是做以色列的王，也像是一个牧人的身份。而且第8节，你无论到什么，我都与你同在，这就是拿单所说的。而且我也击败你所有的仇敌，我要使你跟最伟大的君王齐名。的确，在大卫王3000年前的时代的王，找不到一个王可以比大卫还要有名在3000年前的时代。哪怕是埃及法老这些王呢，都没有像大卫的名声这样的显赫。9到10节，上帝也说他为他的子民选了一个地方，就是迦南地，其实就是现在大卫所立的这个耶路撒冷。安顿在压迫，自从他们住进迦南这土地，虽不断被人攻击，但这事不会再发生。而且上帝要赐给大卫后世。刚才我们看到大卫有19个儿子，有名字的有19个儿子。那这哪一个儿子要接续呢？这边没有提到。也讲到大卫，你死后要跟祖先葬在一起，我会立你其中一个儿子做王，使他的国强盛所以这时候所罗门应该是还没有出生那他才是为我建造圣殿人，我要使他的朝代继续到永远，我要做他父亲，他要做儿子，我也不会对他收回的爱，像从前对扫罗废了他而立你做王那样。所以上帝也
打了包票，好，这个废掉扫罗王这个事情呢，不会再发生大卫的后代上面。其实大卫这时候都做得很好，好，大卫这时候他很坚定，好，但是呢，因为他跟这个赫人乌利亚的事件之后呢，好，这个拔示巴的事件，跟上帝的关系就出了问题。但是大卫之约已经应许，上帝已经说了，所以其实可能本来不是扫罗。不是所罗门，可能是前面的儿子就可以做王，但是因为大卫一连串的犯罪，以至于后来才是所罗门。那并且呢，我要使他永远治理我的子民和我的国，使他王朝永续啊。所以我们读到这边，也不要太快就把这个儿子就是对号入座，就是所罗门啊。如果大卫没有发生拔示巴这个事件的话呢，好，或许他前面的儿子都有可能好接续大卫的王朝来做王。好，那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就是上帝还是完成大卫的心愿。如果我们是大卫的话，你觉得听了会高兴还是不高兴呢？因为在撒母耳记下是一样的经文啊。好，我们可以去对照撒母耳记下第7章。好，那也是记载好上帝怎样回应大卫，好，并且呢也告诉大卫好怎么样他的后代好会做王。但是在这边撒母耳记下第7章这里13、14节多出来的地方，这2节，他才是为我建造圣殿的人，我要使他的朝代继续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亲，他要做我的儿子。好，他若做错了事，我会处罚他，好像父亲处罚自己的儿子一样。好，所以这是在历代志上没有的，但是在撒母耳记下的第7章，好，有多了有记载这样子。因为撒母耳记下第7章是比较早的，历代志上呢是比较晚的，但是他显然有点刻意，就是把这个事情就把它涂掉了，好，没有记载在这上面。好，所以大卫他知道上帝的这样子的答复之后呢，觉得上帝通融，愿意，大卫其实是很感恩，也很开心，很高兴了。好，所以这一段也是在撒母耳记下的第7章一样有记载。那我们再请每一节，让我们来读，从第16节好读到第21节，16到21。好，16节，大卫王进了圣幕，到上主面前，坐下祷告说：“主上帝啊，你为我所做的一切，我真不配得，我的家族也不配。可是上帝啊，你赐给我更多，甚至允许在未来的岁月要恩待我的子孙。主上帝啊，你已经把我当大人物看待了，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你认识你的仆人，你还是让我得尊荣。你这样待我，并且把我将来的兴盛显示我，都是出于你的旨意。上主啊，谁也不能跟你相比。我们一向知道，除了你，没有其他上帝。世上也没有一个国家像以色列，你救以色列人民脱离奴役，使他们做你的子民。你为他们做了伟大奇异的事，使你的名声远播全地。你救了你的子民脱离埃及，当他们向前推进的时候，你把其他民族赶走。好，谢谢。那在这里讲到大卫进了圣幕，就是大卫的帐篷哦，那不是在这个畸变的会幕。但是呢，不管是这个圣幕或是这个圣殿，或是这个家族，其实都是同一个字，所以这个都是在讲大卫有家了，好像上帝没有家，但是上帝的家是圣殿，但是大卫想要把上帝的家改造成像大卫自己的家一样。好，那但是大卫知道上帝允许了，虽然不是在大卫这一代，但是会从大卫的儿子当中有一位起来接续他，并且会建造圣殿，所以大卫非常的开心。好，那我们后面也知道，在这个历代志上快要结束的时候，就是大卫22章开始。好，从历代志上22章开始，大卫就开始在准备建造圣殿的材料。好，甚至呢，他都知道上帝要把这个王位交给谁，就交给所罗门。所以22章就确定人选。那时候已经到大卫年老，那但是这个时候呢，大卫大概是做王的才第7年，好，那后面大概还有30年的时间呢，好，30多年的时间，好，到他年老要交接的时候，才确定这个要把
把这个王位传给所罗门啊，甚至是快要死之前。所以这当中30几年当中，大卫都在做准备预备，如何为上帝来建造圣殿。这个过程呢，可能比前面他迎接约柜花了不到3个月的时间来迎接约柜，或是更久的时间，更长，所以要建造圣殿是不容易。好，那大卫进到上帝主的面前坐下祷告，他真的这个好像让我觉得大卫怎么不是跪下祷告，或是站着祷告，怎么坐下来祷告呢？好，坐这个字在原文里面是停留的意思，停留的意思就是他来到帐幕呢，他停留在那里，那不一定是坐，但就是跟上帝表达他的感谢，因为他自己不配，好，甚至他7个哥哥，上帝不选他的兄长们，却选上大卫。那前面有这个扫罗王，好做了40年，那扫罗也有他的儿子约拿单是他的好朋友，为什么这个王不传给他的好朋友约拿单，传到大卫？而且呢，传到大卫的时候，虽然大卫在犹大做了希伯伦，做了犹大的王，但是还有其他10几个支派，为什么不是其他支派领袖，而是大卫呢？好，所以大卫他非常的感恩，知道自己非常的卑微，但是也提到上帝的应许，就是要从大卫的家，奴仆的家，就是家族啊，家族，在哪个字呢？OK， 因为这个是和本里面有4个字啊，第17节，恩待我的子孙啊，子孙，那就是和本翻成仆人的家，家。所以在这个家和家族当中呢，我们会想到是所罗门，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所罗门他只有应验的部分，建造上帝的圣殿，但是那个圣殿呢，到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时候，这个圣殿就被拆掉毁掉了。那上帝这个应许呢，好像就结束了，但是到了所罗巴伯回来之后，圣殿又再重建一次，第2圣殿，但是到了这个尼禄当皇帝的时候，提多将军把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又毁掉了，所以又没有了。所以其实这个子孙不是只有讲所罗门、所罗巴伯，更像是讲马太福音第1章所说的耶稣基督哦。所以上帝的族谱从亚伯拉罕到大卫、所罗巴伯到14 3个14，那个14代呢？就是这个在希伯来缩写就是 DVD 不是我们看的影片的 DVD， 它就是 David 大卫的缩写，所以13个14是刚好拼出来就是大卫这个缩写，所以其实意思就是说大卫传到耶稣，在22节读到最后的27节。好，22节。你使以色列永远做你的子民，自己的子民，而你上主啊，你做他们的上帝。上主啊，求你实现你为我和我的后代所做的应许，照你所说的话实行。24节，愿的应许永不改变，愿的名永被尊崇，愿人民永远称颂上主万军的统帅是以色列的上帝。你要世世代代巩固我的王朝，上帝啊，我大胆在你面前这样祷告，因为你把这一切向我的仆人启示出来，告诉我你要立我的后代做王。上主啊，唯有你是上帝，你给了我这样奇妙的应许，现在求你乐意赐福给我的后代，使他们继续享受你的恩惠。上主啊，你已经赐给他们，愿他们永远称颂你。好，谢谢。今天美英姐选这首诗歌啊，我和我的家，侍奉耶和华，其实就是这一章当中不断重复出现。但是在现在这种译本不是用家这个字，但是它翻的是我的后代啊，所以在今天这里面出现大卫的家、上帝的家，然后上帝的会幕、大卫的帐幕，然后这个大卫的家室、大卫的后代，
这几个字呢，好，就是很奇妙，在这边相通。好，所以大卫向上帝献上感恩，而且他知道上帝跟他立约了，好，所以大卫也回应跟上帝立约啊，求你实现和为我的后代所做的应许，照你所说的话实现。这句话就代表大卫相信，他相信，就像亚伯兰那时候信上帝，上帝就称他为义。大卫也相信上帝的话，那上帝就称大卫为义。好，即便后来犯罪，即便后来大卫数点人数，啊，即便大卫他有你依然跟大卫所立定的约啊，所以我们读圣经的读完之后，就是要明白并且要相信分析。所以大卫回应自己说：“愿你改变，愿你的名永被传，愿人称颂上主万的同在是以色列神。你要世世代代巩固我的王朝，或者说巩固我的后裔家世。上帝，我要在你面前这样祷告，因你把这一切向我就是你的仆人起做王，所以后代就是家世。”这个词从不出现，好，所以为他的上帝立约就是感谢，就是赞美，就是信心的宣告，而且就是把上帝话宣告出来。最后16到7，上主，唯有你是上帝，你给我这样的奇妙的应许，现在好，这个后代就是家世，使他们继续享受你的恩惠。上主，你已经赐福给他们，愿他们永远称颂你。大卫最会的什么事情？他不一定很会读圣经，他不一定很会祷告，他很会唱歌。大卫很会写诗，大卫很会敬拜，大卫很会停留在上帝的面前，或是坐在上帝的面前。就是如同诗篇23篇所说的一样，一生一世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所以大卫就是紧紧的把心黏着上帝啊。所以他也期许为他的后代都能够这样紧紧的心黏着上帝。所以我们从这个大卫接着所罗门之后呢，有19个王，就是接着历代志下要介绍的。这19个王当中，有没有哪几个像他的祖先大卫这样子，能够紧紧的黏着上帝，用上帝的话语来成为一个君王，也成为像是一个牧羊人，像是一个领袖一样，把整个国家好像带领群羊一样。所以今天这段经文是大卫又一个突破。昨天我们看到他把约柜跟会幕分开这个事情，上帝居然同意 OK， 然后接下来他也要为上帝建造圣殿，上帝没有要求，上帝也拒绝，但是上帝也是换一个方式，也是 OK， 就是让大卫的后代可以来成就这事，并且大卫他跟上帝立约，而这个立约就是他要把这样子的对上帝的爱敬拜传承下去到他的下一代当中。那至于大卫有没有传给所罗门，我们读到历代志下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前面可能看得出来，哇，所罗门受到大卫很大的影响，但所罗门自己年纪大了之后呢，在历代志是看不到，在列王记就可以看得到，所罗门他也是偏离了，他被引诱，但是呢，我相信大卫已经尽了他的努力啊，所以我们一样，我们不是只有我们自己跟上帝立约，我们的后代世世代代都能够跟上帝立约。所以最重要就是能够紧紧的抓住耶稣，紧紧的抓住神跟神的关系，帮助我们的下一代也能够跟耶稣基督有好的关系，这样子就能够坚定上帝所给我们的应许。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让我们知道上帝的应许是要与人立约，就是要人能够明白并且遵行上帝的话。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历代志上的共读，也让我们所读的每一段经文不是只有听过去或是读过去，而是能够住在我们的心中，停留在我们的脑海中，能够昼夜思想，变为有福，让我们能够乐意遵行你的话语。也求你祝福我们，让我们这一代敬拜你，也帮助我们的下一代继续敬拜你，更让我们下一代子子孙孙都在上帝的殿宇当中来敬拜你。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家有上帝的家，将来在天上的家，上帝为我们能够用聪明智慧来
建造自己的服饰上的家，并且记得一些将来那天上永恒的家，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感谢大家，祝大家平安，拜拜。谢谢牧师，谢谢牧平安，谢谢牧师。师，谢谢。好，谢谢牧师，平安。